着那特價貨品掉眼淚，誰話老了愛情是馬難追？同伴趁還年輕找伴侶，我很多東西想做，卻沒約會睡。老實說，盛況晚些沒有罪，期限快到，何時又會焦慮？目前還未到達接年歲，誰話太窄太內耗就嫁不出去？亂去揀一個他，又覺得我何用的家？但再等一下嗎？誰人又確保他不比這個差？像我這種性格，只表面勇敢，心底不瀟灑。每時常忐忑，到何時迫於割價？超市亦有貨品特價吧，還未過氣，何用絕到逼他退下？別人期望我於某年某刻出嫁，輿論中不免動搖，祈求快快遇上他，亂去揀一個他。我何用的家？但再等一下嗎？誰人又確保他不比這個差？像我這種性格，只表面勇敢，心底不瀟灑。每時常忐忑，到何時迫於割價？願我跟某某遇見於彼此吸引下。旁人或快上身去吧，獨處都不太差，靜看整個棋局變化。夜了等不到他，情形就似即將關燈超市嗎？若我不給折扣，不當特價吧。